国民党开立委的座谈会，希望讲大家会让来支持韩国瑜配江启臣做回来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。另外，民众党有8席，就是关键少数。也毋过，民进党团郭建民煞跳出来批评讲，这个民众党就是无路用的8席，这是引起正大的议论。好，我们不但会继续团结，继续往前。 四个人手牵手展现大团结。第一龙头之争，国民党想要推韩国瑜配合江启臣参选，所面临不分区强烈挑战。党中央支持办新区立委座谈会，会前本来要求党团结投票的不分区会中雄雄宣布改随支持韩江配。如果执政的民进党展开第9年的执政，继续贪污腐败，而在野党没有办法强而有力的监督，会是严重失职。 国民党只有团结，才能够造福每一个县市的地方的百姓。这是今天我选择支持韩国瑜先生参选院长，江启臣先生参选副院长。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，总部那亚立委伫立法院龙头选举会团进团出个点票，因为国会3党无过半，大家拢想要参选第一龙头。民众党提8席加入关键少数，个案拿力回答4项改革诉求，按个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民批评，民众党是无路用的8席，佮批评新区立委黄国昌及副天下拢看伊的，黄国昌也反击。就郭建民啊，立法院最有名的桥王啊，台湾民众党党团。 进入国会是要推动法案，是要监督行政权，不是要去私下乔事的。这8席可以扮演关键的席次，但是只有分乱的话，这8席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不可能这8席要来主导，让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大党都听你的。民众党新区立委黄珊珊表示，2以前也有真侪变化，一旦国党正式提名人选了后，过来评论。新一届立委会伫2月7日到第2报道，会上显国会龙头之争，外界拢在关心，咱特别要如何来布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